运输量是3亿吨。大伙儿要讲的说，我讲第3个就是重载。重载再看一下，这类车呢，能拉多少呢？这一列车能拉2万吨。2万吨，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它这个车就是拉的是204节的车厢，车厢知道吧？货运车厢204节。车头几个车头呢？我们现在看这个是一个车头啊，待会儿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图片给你大伙介绍，4个车头，4个火车头啊，我们有编组的四组的啊，就是你看用这个4台勺式的电力车啊，4台勺式电力车，4组的电力车拉什么？拉204节。这个线路的拉的这个运量的话，我们在这个拍这个照片的时候，看着参观的时候看的话，你一眼望不到头的火车头，因为204节车厢，那你排到线路上，那排不几公里去。说这个体现了它的第3个特点，就是重载，能拉了很多啊。你看电气化铁路上坡下坡长大坡道它可以适应，快速的高速的铁路它适应，重载它适应。别的车拉这么多拉不了，在电气化铁路，电力车拉了啊，2万吨。前面呢，这个一般就是前面是两个车头连在一起，在中间102节以后，再加2个车头，都组合在一起，一共是4个车头，拉的是204节。啊，101节车厢呢，我们在20多米那样吧，啊，20多米那样，和这个200多4公里多吧，是吧？将近5公里，啊，和这个看看这个我们这个重载特点吧，是不是啊？这个第3个特点啊，刚才是给大伙介绍的电气化铁道的就是3个特点啊。现在给大伙简要的说一下什么呢？说一下这个电气化铁道的几个牵引工件里头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呢，大伙看一下这个什么牵引变电手啊，这个是我们的在机里的一个变电手啊，这个变电手呢，大伙看一下啊，这边呢啊这个是变压器，这部分是变压器啊。这个整个是变电水的场地。这个房子里头呢，是变电水的控制设备。整个变电水的控制设备呢，在这个房子里头，这个房子里。给大伙儿呢，讲的这个第2个领域叫做这个牵引变电手，给大伙儿通过图片呢，给大伙儿呢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牵引变电手。后面呢，我们会这部分呢，给大伙儿看一下呢，这个图片呢介绍啥？接触网啊，这个呢接触网。这是区
间里头的啊。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个刚好你讲到切出网这里是吧？之前因为有好多同学都问我，是吧？火车停电了，火车还能跑吗？这个让你这边给我们大家做一下解释，因为它牵扯到接触网这里。好，停电了，火车就跑不了了，啊，这要大家还知道，停电了火车就跑不了了。接收网呢，就是为火车供电的嘛。停电呢，有几个原因是会停电的，一个刚才我给你看的这个电线杆，它这边有个问题，会出现停电。这个电线杆这边有个问题，会出现停电。第二是我们接收网，接收网呢出现了故障，也会出现停电。主要这两种停电会造成什么呢？我们整个线路上就没有电了，因为我们的电力汽车是靠这个接收网的电，从接收网取电以后，它本身的车上有这个电动机，带动电动机转动，它才能运行。一旦没有电了，这都是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我想今天讲这个牵引系列牵引供电。是我们电气化铁道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电，我们电气化铁道与电力汽车就运行不了。好的，谢谢老师。然后老师再问一个问题，比如外面是吧，公共用电停电了，是吧？会牵扯到这边变电所也没有电了。这变电所是不是会有那个什么储存的什么变电所或者储存电足够的那个，为了停电期间给铁路或者动车提供电，为了保证列车能正常运行，是不是这个意思？变电所呢，它本身呢，没有储存电力的设备，它只是把这个电压从我们高电压，我们变电所取的电压呢，一会儿我会给你讲到，变电所取电压是我们的这个电网的一级电压，就是115千伏的电压，就我们这个一级电网的电压115千伏的电压。从那儿取完电压以后，我们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27.5千伏的电压，它是一个电容变换的地方，但是它不储存，本身它不储存电能，它只是变换。但是这个变电所呢，我们的变电所呢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它是取了2路的一级电网，这2路一级电网是从哪来的呢？比如说，我从这个左侧，我取了一路这个一级电网的电源，我从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右侧我又取了一个还是一级电网电源。这2个一级电网电源呢都是非常可靠的，因为他们一级电网是最可靠的嘛，是吧？都是发电的地方出来的电源是非常可靠的，我从2个不同的发电的地方取的电源，到了我的变电所这儿，当我一路没有电了，我这一路呢还是有电的，就是我的可靠性，我保证它的可靠性。但是我本身它不属于电能，它是用它的可靠性，用它这个电源的一级电源的可靠性来保证，一个是主用，一个备用。当这边没有了，它这边马上供上来，这样的话呢，保证它的一个供电的可靠性，它实现电能变换。但它本身呢，它是没有这个储存电能。我们的车上呢，只有动车组上面有这个蓄电池，蓄电池呢，这个挺不了多长时间的，就是我们这个蓄电池，不会供不了我们这个车运行，它只能供车上什么呢？照明，还有什么空调，这些能暂时保证大伙的，包括车门的开关，这些现在我们动车组的车门开关都是电动的嘛，保证我们这些基本功能的
不能让车呢继续走。所以我们就是电气化铁道一定要保证我们迁移供电的可靠性。工作或者接触网工作，我们出去作业的时候呢，一般是开这种车出去。这种车呢，叫这个叫接触网的作业车。机械师是修它的，跟他走的。机械师跟他走的呢，机械师本身呢，他这个车它主要在车里头，很多部件在车里头。他要跟着这车的，跟着车动车要走，车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每个车上有一名，一般有至少有一名吧，一名机械，他跟着这个动车走。跟动车走，它主要维护什么呢？维护车里头的电气设备。比如说车里头也有很多这个控制设备，它防止这控制设备有些地方过负荷了、跳闸了，它就去检查一下，哪个东西过负荷了、跳闸了，它把它送上去。在车里头有些部件有什么问题，大家还有就是机械师要干什么去呢？如果这个车中途有问题了，他要下车去检查车问题在哪儿。机械师，比如说这个车我们开到这个范道，开到那个区间里头，开到某个站，我们车司机告诉说，我这车有点问题，说我刚才在线路上，我们在线路上有时候这个车呀，很多时候也有撞到一些异物，比如说这个我车上线路上有的飞起来的鸟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像野鸡啊这东西在线路上飞了，或者有些东西，或者有一个一些异物啊。撞了一下这个到了某个站停下来以后，或到区间，这个司机就停下来说，机械师应该下车去检查一下，刚才我撞了一个飞鸟，或撞了一个异物，你下去看看我这撞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没有？机械师去检查一下，看说没有问题，可以安全运行，这司机呢就继续开车。机械师说这个有问题，你开不了了，就这个地方再开这个可能它这个有影响。这就是呢，要求呢，要这个去这个修的，去进行维修以后再走。机械师他跟这个动车组走。显示靠了什么？也是靠了电。还有我们车站。这是我们车站，车站也要用电的。我们这个线路上有跑车，我们车站要有监视屏要看着的。我们车站的道岔要动的，道岔要控制的，车站要控制道岔动的，道岔怎么动啊？也是靠电来动的。这有电机，它的道岔边上有一台电机的，那电机一动，道岔跟着就动了，这个车呢跟着道岔这个动的这个控制它的走不走线说这样有电它有供电能就供到这边去了，供到这个信号车站里面。说这个2部分用电，一部分往我们接触网去的，有高值电压，27.5的；一部分往哪去呢？往我们车站信号区的，就是380伏、220伏，就我们日常要用的不用到的这部分电，跟我们日常非常有关的电。这是我们一次供电系统。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台长啊。今天你们说一些理论上东西不细讲，你们有这个愿意看的，将来可以看车件车件给你们到这边传来。就是你们愿意考我的车件可以考我的因为这个供电可靠性呢，刚才讲了2路电源嘛，说2路的独立的电源，接触网来这样，来了以后，这种举报这个车上的断路器刚才我说的断路器，这是这个断路器，主断路器，
，BRC 的一次线圈，BRC 的是20线圈，经过什么呢？经过整流，整流气了以后呢，变成什么？变成直流。啊，变成直流以后呢，它这儿呢可以去车上的辅助回路，比如说辅助回路有一些我们需要直流电的，去辅助回路，比如说我们车上有些这个电器啊需要直流电，我们去直流电。还有一部分呢，去的通过什么逆变器，我们把直流电再逆变到什么呢？逆变到反向的。这种方式，知道？这种，这种是我们用的供电方式，叫什么呢？叫带回流线的直接供电方式。我们这次的铁路国际道外向的铁路就是这种供电方式，带回流线的直接供电方式。这个呢，这个回流线啊，线上我写的这是回线，它叫回流线，这是接口网啊，这是它的我们的接口网的支柱，接口网的呢叫网地啊。大伙儿记一下，记到我们这边用的是带回流线的直接供电方式。那如果你这供电方式是什么？不就是带回流线的直接供电方式？下面呢，我把接口网这一块内容，给大伙儿简要说一下。接口网的特点呢，我不详细说了，刚才跟大伙儿都感性的认识，给大伙儿说了啊。我给从图片给大伙儿讲啊，图片给大伙儿讲，看大伙儿看图片比较直观一些啊。这个叫呢接口网的叫这种方式，实际上这个叫什么呢？网密啊，这部分它支撑什么呀？支撑接口网，但是这接口网靠谁支撑啥？靠它支撑，靠这部分支撑，所以它叫支撑方式啊。这个呢叫网密，叫圈子，叫支柱啊，叫支柱。这个呢就是呢接口网，接口网呢上面这条线呢叫成立锁。下面这条线呢叫接触线，跟我们输电工接触那条线就叫接触线。接触嘛，它俩要接触，所以跟输电工接触这条线是接触线。边上这条接触线，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回流线。我们这次的回流线就是这个模式啊。但是这条线呢，咱们这儿没有，这叫什么加强线？就是有的地方呢需要这个运量比较大的话，一条线供的这个能力不够，我们加一条线辅助这个接口网供电。我们这条没有，我们就是回流线。战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战场啊，这个部分呢，你看这部分这个叫什么？叫软工化。软工化在车站里头呢要用到的这个软工化这个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地方，这个是叫赛关我们这个老师知道赛关的地方，这个我曾经路过的一个地方，赛关的一个战场，这个比较大的战场这个就是你看这战场里头全部都是软工化，我们的战场里头呢也分两种，一种是软工化，一种是硬通梁，就挂电网通过什么挂？通过软工化来挂，还有通过硬通梁来挂。下边你看这个轨道这部分，道岔多多呀啊，非常多，非常密集。这边呢看一下，这个叫呢上面这条线刚才写了成立锁，这几个字儿，成立锁，它什么呢？承受着电网的接口网的力它由它来承担。我们这条
条线呢，整理所是95平方的，啊，这部分呢是接组线，接组线呢，我们数电工做个接组线接组来取电，我们这条线接组线是120平方的，这个整理所跟接组线之间这个吊位这根线叫吊悬，它是把这个接组线这个力跟这个吊到这个吊顶上，吊到整理所上，啊，还有这个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定位器？定位器顾名思义定位嘛，它定这个接触网这个接触线的位置，让接触线位置在哪儿？刚才课间有同学问我，说这个接触网这个为什么会不会磨一个地方啊？我说不会磨，我会给你讲到这个为什么不会磨一个地方，啊，就是因为有个定位器来定位它。定位器把接触网呢拉出来一个之字形，就是再拉一个，不是一条直线，放一车把这个线要平滑的放过去，啊，故意放接触线，我们接触线不是打弯啊，摄像机一卷一卷线放过去，必须要平滑，要平顺的放过去。如果打弯的话，我们电工再去滑的时候，就是非常不平滑了，是吧？这个呢，刚才同学也问我，说这个接触网高度多高啊？啊，6米，咱们这条线是6米，啊，咱们这条线，个别战场里头呢，有6.45米的。为什么有的战场要高一些呢？战场它这个正线，我们这个线路有正线有侧线嘛，有些地方需要装货，会有货车停留啥的，啊，它这个。这个吊悬这个主线啊，吊悬，整体两边是吊悬，我们要线的吊悬就是这种吊悬啊。这种这个是临时的啊，这是用的，这是我们线路上用的。还有就是铆钻啊，这个东西呢，这个专业的情况，我给大伙说一下，就是两个接触网，那接触网我2条线，我这个我们一条线有时候一般的一条线就是1.5公里，这条线放完了1.5公里到下条线，我们中间有个接口，像这个连接的部位叫铆钻这个铆钻关节啊，就是我到这条线我这儿下铆了，我另一条线从这儿又起来了，就是接往下放。这个叫铆钻关节，叫铆钻关节。大伙看一个分段连接器，我们分段连接器有几种，这是一种分段连接器，啊，这也是一种分段连接器。我们这条线呢用的呢，就是类似这种分段连接器。分段连接器呢，这个一般在什么呢？在我们车站里头有这东西。我车站就是比如说我们货场有个货场，有个这个正线，货场跟正线之间呢，我们用它呢隔开，啊，用这个分段连接器隔开。我们车呢就在公园划过的时候啊，是可以正常划过去的。在这个分段连接器两侧呢都有电，这侧有电，这一侧有电，中间这个地方啊，看见了吗？上边是个绝缘体，隔开了没有电，中间这儿没有电，下边这儿呢也是个绝缘体，啊，下面也是个绝缘体，就是平常这个地方，两边电呢各是各的，啊，各是各的电。我数电工过来的时候，划过来的时候，我先接触这条线，啊，我这边有电不是吗？接触到这儿，接触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的数电工另一侧也接触到这儿，这边呢也是有电的，这边有电，这两个电接到一起，啊，分段连接器的电呢，两侧电呢是同一向电，是同样的电，电体补强连接线。这是软固化的啊，软固化上面线这个
柱上有线炕，那么接收网呢，接收网也有它的什么就线炕啊，接着下面接入的道炕，接收网上线炕，干啥呢？我们接收网也是要车走这道线啊，走这道线啊，下面怎么走呢？我上面接收网要跟着要分开的啊，就这样你看这个接收网上面呢，跟着下面道炕，它是相对应的。这个下面道炕，这上面的接收网的线炕，就是接收网跟下面的轨道是相对应的，就保证你机车怎么走都是相对应的。这是把这个接收网上面这个所有的部件呢全标了一下。好，这儿呢再给大伙儿呢简单说一下，这个呢放置原子啊，我们这道线上跟它一样的啊，大伙儿看着这个，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样？我们将来这条线接完了后就跟这个样子啊。我们将来思路也是圆的啊，原子呢这种结构啊，包括管壁的这个四套，这个叫管壁的叫水平管壁，它平的嘛，平的叫水平管壁。这个呢，管壁呢是斜的，这叫斜管壁啊。这个管，这个钢管呢叫什么？定位管。它为什么叫定位管？它是连接的定位器的。下面这个呢叫定位器啊。我这个定位器下面这个定位器啊，看看大伙儿这个定位器，就是刚才我说了，拉出值就靠它拉出来的。这个叫防空拉线，防止这个定位器摆动啊。这个呢是斜拉线，把它这个定位管调到这个斜管壁上。上面这个叫处理锁的底座，我这处理锁这条线是处理锁，大家咱们看这条线处理锁，主要这条线的来这个支撑它的，支撑处理锁的，固定处理锁的。这条线呢是接触线，用定位器呢来固定接触线的位置啊，这个接触线。整个的这个接收网上面的零部件的结构啊，基本上看这个，就能大伙儿了解这个基本情况啊。因为时间呢差不多，这个留下啊，可以留以后你们参考，包括后面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这个像一些介绍啊，你大伙儿有兴趣的话，以后呢你们可以详细看。后面也有很多的介绍啊。今天因为这个时间我们这个还是比较短，只能给大伙儿呢简单的说一些内容。啊，包括这块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个下铆啊，这块下铆啊，铆柱下铆这个下铆。一会儿呢，大伙儿就有兴趣呢，简单的主要课程呢就给大伙儿呢介绍这些啊。大伙儿需要的内容呢，我在 U 盘里头没考啊，我给你们。